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爆发，所以造成真侪行业拢受到严重的冲击。台南购物节已经来到第11天，17号下晡，甲市长做伙来到永康区参观，价值830万的头奖。今年所要送出的房屋位伫咧永康区的永大路桥边仔的新建案。今年除了3房比旧年2房更较好以外，各挂平面车位嘛要做伙送予这摆得奖的人。这个我们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一直把这个门槛越架越高。我也担心今年如果抽出去的首奖，那明年怎么办？明年大概不知道。不过明年的事情明年解决，今年先过了再说。那我相信这么好的欢迎大家大家来看，这表示说我们信誉挂保证，一定有房子而且一定是比去年多加1房金额可能要多加1倍了去年大概400多万500万，现在今年大概830万那地点又是属于蛋黄区那又是自证安全宅，所以说安全上、在景观上、在交通上、地点上以及建材内部上都比去年更加升级。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各位好朋友，我想来台南抽奖，来台南玩，来台南抽奖，或者是你没有来台南，你只要订购台南的这个产品订购台南的这个礼品，然后在台南付款，发票是台南开出来的，都可以享受这个抽奖的机会。这摆头奖有3房2间卫浴，总坪数大约是27坪，而且是永康第一栋至正式小豪宅，特别使用日本有风地动的工法所建成。外观以白色的巴洛克风格为主，室内嘛装潢了真水，让人看了真正会想要马上来入厝。因为我们的那个建材的使用跟我们全栋自证的造价都比一般传统建筑要来得更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日本的原装日本的那个自证系统，然后我们还有增加到说，基本上我们是做饭店式的管理，所以我们有一些视听室、健身房这一类的公共设施、交易厅。顶楼的部分还有一个空中花园。那因为外观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做巴洛克式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部分是采用石材的建筑下去构建它的那个造型。房屋周边的生活机能方便，距离永康交流道嘛接近，到南科嘛大约只要10分钟，非常的方便。所以，请大家伫咧购物节的期间，领到5倍券之后，欢迎来到台南消费。并上网登记发票，做伙来抽大奖。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